美國宣布撤銷對我哋中國無人機嘅管制咧 ，Donald Trump 咧佢嘅所謂嘅計劃又以失敗告終。This equipment have been added to the FCC covered list. 初下 Donald Trump 佢話想將美國本土無人機嘅產業去搞翻起身，又冇基礎，而家咪衰咗啦。Now this is where the ban goes into effect. So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Hello， 我係 Nicholas。咁今日嚟講，我想講個 topic 就係關於一單國際新聞啦。美國白宮政府官網咧就出一單新聞同通告啦。佢就話而家美國撤銷對我哋中國無人機所謂嘅一個管制計劃啦。咁歸單到我就簡單點評翻少少啦。咁點解佢美方要撤銷咧？第一嚟講就係本土產業、本土行業佢冇技術或者係行業支撐啊，所以導致咗好多經濟都反彈嘅。因為大疆無人機咧，佢佔美國民用無人機市場係去到85%嘅。農業生產嚟講咧，佔到90%添。咁消防救援仲誇張，去到92%。所以嚟講咧，美國佢早前佢呢個話要限制我哋中國無人機入去美國市場咧，導致咗美國嘅消防部門啊、農業部門啊、各個中小企業咧都出現咗停擺嘅。係啊，你 Donald Trump 咪搞震咁樣。咁講到經濟體量咧，美國佢搞呢個措施搞咗好似都1-2個星期定半個月啊，跟住就導致咗美國佢相關產業嘅主體經濟咧，基本上可以話差唔多崩潰咁滯嘅。甚至乎嚟講農業呢個行業嚟講，第一產業啊，基本上成個效率係下降到60%啊，下降咗60%係。咁而且我哋再往後，我哋大疆又作出咗相應嘅反制措施啦。咁美方就甚至乎係雪上加霜啦。咁其實美國佬就好搞笑啊，因為佢今次呢個政策咧，佢對歐盟嘅政策咧，佢係有少少陰陽合同啊，所以係雙重標準，導致咗美國民間嘅聲音或者係政企級、企業級，即係美國嗰邊嚟講咧都好大聲音嘅係。咁我簡單點評翻少少咧，都係嗰句咧，即係 Donald Trump 佢咁搞佢，我之前出過期片講過，無非係就係為咗美國佢本土嘅無人機產業可以重新崛起啊，或者有一定嘅市場份額啊，全線去搞。但係你邊係搞得起嘅？有冇行業基礎？冇技術基礎？有一定基礎，但係你冇嗰個體量喺度啊嘛。成個工業製造嘅一個供應網絡你都唔完善啊。第二點嚟講，你諗啊嘛，你美國本土嘅關於無人機嘅本土嗰個消費市場咁大，你話停又停，聲音好大啊嘛。第二點嚟講，你出呢個政策，你貨我哋中國嘅。第二點嚟講，你同歐盟嗰個政策又係雙重標準啊，陰陽合同，你點搞啊？呢種單純嘅美國貿易保護主義，你係當初係可以可行嘅，前提係你係真係為咗你美國本土嘅嗰啲產業啊，去進一步去攞翻個話語權。但係而家唔係啊嘛，你咩基礎都冇啊。而家只能夠話 Donald Trump 佢嘅一個工業製造其中一 part 嘅一個計劃以失敗告終啦。你可以認為算係貿易戰或者係交易戰嘅，但係我認為我最終嘅結論就係美國佬始終都係要搞翻中美合作，唔係嘅話你咁樣夾硬搞呢啲投機性好重啊，係咪？第一嚟講敗人緣，第二嚟講國家與國家之間關係又搞得唔好，第三點嚟講翻經濟嘅誘因啦，係嘛？你美國嘅本土消費者市場，佢哋嘅聲音就係最大嘅反應啊！你搞到咁差點得嘅係嘛？所以多個就唔講啦，上述感想識差嘅我同粉絲歡迎加入個組織。呢期先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見。